也婚后喺1951年，从自由坛登出来啊。那当时是自由坛对外征稿，题目是我的另一半。嗰陣時，我爸爸1945年中战开始学中文，T6年就下一篇作品啊。佢係用书信的方式来写的啦啊。某某君，我跟你报告我结婚以后的用书信的形式来写一篇作品哈。讲嘅就係佢結婚以後嘅生活啦，韓國佢心情的變化哈。我唔知大家有看過一篇冇？從佢1946年，佢開始從龍潭國小教書。我共有11歲人了沒？他排行老6，是唯一的兒子啊，又急着要讓他結婚，想要抱孫嘛。有一擺龍朋友做個4.19，日本啊工作到，就吐佢去3行誒，看你的什麼啊？中老爺不知道有沒有喝醉，反正就說好，就這個吧，就這樣子跟我媽媽結婚了。完全就是傳統的媒妁之言啊。這在當時自由戀愛已經開始成為風氣的時候，這是一種很倒退的做法。不過他就是選擇了這麼一個結婚的方式。剛開始他跟我媽媽感情其實不是很融洽，其實這些都在那篇婚後那一篇裡面都有提到。但是呢，生活在一起以後，他卻發現我母親是用一種很堅定的心來彌補她的缺點，這在那篇作品裡面都有提到。那他的結論是什麼？他說，雖然現在講究自由戀愛啊，把媒妁之言視為落伍的，但是事實真的是這樣子嗎？啊，重點應該不是婚前的互相了解，而是婚後的實際生活的互相體諒。這篇文章的結尾就是以上就是我結婚生活的情形報告完畢。